您看到的是75公斤级复赛16进8的比赛，比赛双方是红方耿曙光对黑方豪兰杰特布斯拜。耿曙年龄20岁，身高1米82，体重75公斤，他的战绩只有1胜，目前在这个 MMA 的比赛呢是首秀。耿曙光也是训练散打出身的，那么他拥有着比较强的站立的打击功力，因为他获得过全国散打冠军赛的第3名。豪兰杰特布斯拜，这位来自哈萨克族的小伙子，年龄只有19岁，身高1米82，体重75公斤，绰号天上之狼啊。这位小伙子来到 CKF 呢，其实是希望展现自己作为哈萨克族的这个搏击的魅力。准备，要听裁判的指令。两位打击系的选手上来应该是在试打。对，黑方报价很高，选手不停地晃动，但是这一拳看起来水平不像传说中的那么高。不过红方的这个鞭腿的痕迹还是非常非常明显。对，这种大小腿折叠再打出的这种鞭腿，现在在散打选手里边已经是越来越少。慢慢的减少了，因为它只能起到骚扰的作用。后手一个正常。打到了，而且听到了嘣的一声闷响，就应该是打到下巴上了，或者是脸颊上。非常凶狠的一腿，而且跟进的踢腿，这个就是散打的功力了。这个垫步的鞭腿，对，垫步的鞭腿，的确不错。后腿鞭腿跟的距离又长，力量又大，然后现在黑方的左肋下面已经红起了一大片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著名的 liver kick， 就是这个干打左腿或者左手的这个打击，我还是非常希望看到这样的高水平的打击出现。但是刚才红方给的这个角度稍微高了一点，再往下一点的话，有可能能。转身后摆，身在后摆居然勾到了，虽然没有形成杀伤力，但是确实吓人。还是因为自己对这个腿的自信不够，如果他抡出去的话，这个比赛的结果就未可知了。没错，已经打到了脸上，虽然做了防护，但是已经穿过去了。是黑方自己的问题，他这个转身的角度不够，发力点在中间就已经消耗掉了。没错，作为这个转身腿法，最重要的就是前脚的后脚跟儿。你前脚的后脚跟儿就是你后腿。很好的攻击。现在呢，要把它摔倒了，侧向压制。没有起来，没有进入过腿的位置，没有进入侧向。现在是进入了，压制了。对，现在进入了。看看黑方是不是还有练过地面，这个意识非常的清晰。用手部压住对方的胯，不能移动。这个侧向压制的位置还是很稳定的，看双方是怎么应对这个位置。这个有点惊人，如果黑方地面还有所造诣，这个就不是了，这个就不是了。好，开始。看来这位选手还是有这种转换。想要骑乘成功，凶狠的打击肋部，把头推下去，上前挤，双膝夹住对手肋部，进行肩劈打背。应该有非常不错的这个进去了，裸脚，有了，成了，要松了，应该有，要松了，对，有了，这个降服漂亮。是的。果然，黑方选手涉猎过地面技术，清晰的意识和动作干脆。这位哈萨克族的小伙子的确出人意料。